瑶瑶，你这样不会被别人发现吗？不会的。你把别人都当成什么了？我告诉你，不会被发现。来人了，来人了！我的妈呀，这样能行吗？这样应该是没问题哈。画吧，我多聪明啊！这才球啊？干什么？怎么还有坑呢？是吗？没钱没钱了你，干嘛呀你？没干嘛呀？没干嘛，你给我干啊！你给我出来你！大毛，干啥？知道什么是社会人吗？不知道。社会人就是你看不上人，你得给我揍他，往死里给我搂他。我操你了！我操！我打死你！别动！别动！这怎么有人打蜈蚣啊？你给我啊！你给我啊！你给我！哼，我的气象线终于练成了。张无忌，你给我等等！张无忌，给我滚出来！气象拳，姚天明，气象拳，你回家。哼，我才没得那么哈耶。在人间有谁活着不像是一场炼狱？水中有一抹斜阳，多想让谁懂得欣赏。切，你们怎么来着？我穿衣服了，洗个澡你出门穿。小姨子，打包就是你的，确定啊？确定？哎呀，我操！哎，哎呀，我操！哎，哎呀，我操！我的，我的，这大嘴巴子给我打的，不给你试试，这我的必须是我的。要不要兄弟们？来一个呗。啊，你给播着。4口来。什么东西呀？嘛子？